陪你讀神2月2日陪你讀新約，馬太福音書1章23至46節。耶穌進了殿，正教訓人的時候，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來問他說：你仗着什麼權柄做這些事？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？耶穌回答說：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，你們若告訴我，我就告訴你們，我仗着什麼權柄來做這些事。約翰的施洗是從哪裏來的？是從天上來的，是從人間來的呢？他們彼此商議說：我們若說從天上來，他必對我們說：這樣你們為什麼不信他呢？若說從人間來，我們又怕百姓，因為他們都是約翰為先知。於是回答耶穌說：我們不知道。耶穌說：我也不告訴你們，我仗着什麼權柄做這些事。又說：一個人有兩個兒子，他來對大兒子說：我兒，我今天到葡萄園裏去做工。他回答說：我不去。以後自己懊悔，就去了。又來對小兒子也是這樣說。他回答說：父啊，我去。他卻不去。你們想這兩個兒子是哪一個遵行父命呢？他們說大兒子。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稅吏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神的國，因為約翰遵着義路到你們這裏來，你們卻不信他；稅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們看見了，後來還是不懊悔去信他。你們再聽一個比喻，有一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，周圍圈了籬笆，裏面挖了一個壓酒池，蓋了一座樓，租給園戶，就往外國去了。收果子的時候近了，就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果子。園戶拿住僕人，打了一個，殺了一個，用石頭打死一個。主人又打發別的僕人去，比先前更多。園戶還是照樣待他們。後來打發他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，意思說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。不料園戶看見他的兒子，就彼此說：這是承受產業的，來吧，我們殺他，佔他的產業。他們就拿住他，推去葡萄園外殺了。園主來的時候，要怎樣處置這些園戶呢？他們說：要下毒手，除滅那些惡人，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時候交果子的園戶。耶穌說：經上寫着，匠人所棄的石頭，已作房角的頭塊石頭，這是主所作的，在你們眼中看為稀奇。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？所以我告訴你們，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，賜給那給結果子的百姓。誰掉在石頭上，必要跌倒，必要跌碎。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，就要把誰殺得稀爛。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見他的比喻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們說的。他們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眾人，因為眾人以為他為先知。